故事发生了大罪天瑞2年，今朝是2月初7，现在是张灯日分。皇宫内院的天德殿宫门紧闭，为了看后吃罪一男一女2个人，男的叫张昌忠，女的是武则天。现在两家头的罪啊，吃得已经有3分3厘。武则天带你看看嘛，真是玉树临风，潇洒敬业。越看越好看。我的罗兰，真家里花一样的美嘛哟！听来了再美自家，当然非常高兴，但是你还不满足。陛下，难道我只想梨花么？哦，这梨花不美么？梨花终究不是花中之魁，是令我在陛下心中还不是实的审美呀。不开心之外，拿来比作梨花，不什么那个意思。那西方时来不雷音的门前的军事食堂里向开个侪是梨花，两高的是吃了大钢针。只顾他神人相逢，扑鼻而来。带进窗外一看呢，哦，那么一壶开着，是风拿那么一个香里一人一人的吃进来，喷香扑鼻。干么子？拿来比作梨花呢不满意，让来的其他花去比一比，比花是假的，也让其他花来衬托那个美，让来开心是真。罗兰，明是真，明沙林玉不花一番，与你媲美口好。陛下，虽经2月季节，花雨之中，莫与花儿开放，怎能赏花？花儿都是一样的沉默，那梅花既不怕冷。我想别的花儿以为贪我呼心，真为不开。陛下手艺皆是。武则天关在线套给端正海清，两人思索，一会儿睡，也随偶言戏句。来在云上游，后说半成之，呼须李牙发，莫待相逢吃。说去是之明日，他给骡子那条绳子马上熬头去，带上领油，谁弄个条绳子一碰后火炭，火不杀人呢，火不当方土地。个土地公公拿着个条绳子嘛，你得为难子。我们不就离规则把火开放了呀？所以这和李亚上天面追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正罪，为啥实力相同王令官高台百户先生门上一直上令有百户开放，一小一个50地来着。武则天以张昌从北盘之美大路来到上令有，我的后气别人你想百户神开，想想一个人愈久愈死到底2样看，非是人看见之后，谁要卑躬出席顶礼膜拜；哪怕虎看见我女皇的大，谁要尽相正义，喜眉怒放。真在那女皇的上火，再就弄个2位大花，大花有的认为自个最漂亮，就是知名的为富贵。那么这个一次呢，皇帝来上火是非常好的妓女。能非出人对的，谁可给到这样？所以来在准备好了孩子。现在看见了皇帝让追过来嘛，可是今在我要拿自个最好看的一面展示出来了，所以个大伙骗子的名浪也引起那个注意。对着皇帝让看呀，因为皇帝啊，你看看我娘啊漂亮家。武则天让看其他的花呀，现在只看见谁的一花，骗子名浪也啥花家？只是一口嘛，大花看见大花这种早水龙子、青木细眉的样子就出气，所以冷笑一声：“哼，古人话儿讲得不差，千不大话，肆意开。”我叫你不欢喜我给。
武则天一大路，对对实实为了让忙成谁对勾勒。韩虎哈郎的男女娃的，韩虎心比天干，命比自破。另一人认为自个再漂亮再别致，但是别人讲嘛，在口里不起的，这心里想也服服帖的了，也有的了。想想侬啥人太白着，我两个白羽上名气才是响得呱啦啦的，一个孔夫子，一个比强。孔夫子最有力个走来，受了我的一片寒林里向上一只平台干事，叫十件寒台。比强呢，还了我的寒林里向，一面干活生子，一面帮别人看病。人家买病不离看寒，谁也感激你的。送个典服上里那是要的你，叫寒林干水，免水为称。在了我寒林里向，我说老太白子。早晚都已经看我夫妻的人，我再啥气么呢？只是被人家一讲啥罗大一个女人不规矩啊，不热脸嘛，但是一定要拿我来形容的。啥叫说一枝红汗出墙来，怪我啥计较？这有往你张开阿死，那么呢，也得自家改变形象的。这一波嘛，给大你皇帝来撒火，一啥口大子我开心了欢喜，根本等我个只不正经的蛮子偷脱里，在哈浪等呀。现在一看，哎呀，皇帝来着！皇帝边上的啥人家？哎呦呦，这个小子能个憋子家！哎呦，是看地老像哪有啥个漂亮的女人的家？看到这个憋子小猴子，哪子里开得刚你个吃劲这个？飞鹰花醉心，要给军阀吃吃。一阵风吹过来，武则天回头一看，不看到吧，看见是一把气。韩虎啊，没有看人这种轻薄的一个样子，有啥计较？所以告诉一声，一枝红颜吃香来。这个是个绝物啊！那是不正经的蛮子，我给数两头不得个这有啊！武则天今朝主要是来看毛代货的，因为毛代庸庸无贵，富丽堂皇，玉洁冰清，国色天香。工人称赞毛代是非为花中第一类。想想神中之王是我武则天，花中之魁最难毛代货。现在有三场从北部之美大龙往着毛代方向而去。毛代听你的定语当中狗配废弃，昨日见到开火的旨意，谁得不合谁之手？开火与记载不能随意开，不合谁之手啊！皇帝也上火，原来开就开，这个哪可以呢？我女火是不能人欣赏的。是为神来带来欢乐，是不给个世界带来美丽的。那可以呢？皇帝眼一看你谁也看呢？一个是违反自然规律啊！我们花应该要做的，威武不能缺，富贵不能淫，这个就是我们花的品格。实干了，不开。武则天过来一看嘛，呀，这个花散开，谁是毛代不开？所以回过头来对私花他给了让忙。私货他给要好了，没对呀，是来说你最大通知官，跟你们不开。皇帝只认为是我失职，我谁谁个，留下来废物的哭他，弄得不起，性命还要踢他。那时你哪边急？跑了跑，举到地上，我才该死，我才该死。对嘛？对了，老妈，牡丹，万岁驾到！我求求你开花吧！马代相不是我不肯开，而是不能开。一年四季360天，农历百花开放是有记载与此意的。如果百花也没一旦开，也没一旦笑，这个别乱个。所以不是我不听那皇帝的闲话，而是要坚持原则，实干了不能开。武则天等不开，忙不开的心里想后者，我是皇帝呀，掌握天下，生杀大权。这个我散开，谁是你不开？你对狼吃过干，后天之下莫非一万头，山头之滨莫非一万人。
甚至且于此理谋得。下为人立志三，万民内为不惜谁给咱实际非不我手里君临下是当晚身体命永否正义否认等到狗王进来，是否上？我是个女人啊，身登大宝，天下第一。将来斗瓜林一步，空地谁身这样？其次，生命生意的不花。死于理应当，神我最长我放，甚至所想一下法，不花此日头分放。想想牡丹给抗命，当年你是刘刚人定杀死公是勇谁不开花，虚贵真功，负心。你后面谁人？买得一点点发哈，你依然的就是我相信的是真理。你是神中之王，我是花中之魁，我跟你代表两个不同的领域，两个不同的世界。你哪可以通过保护谁之来按我呢？言弄开花，痴心法。咱长中一口嘛，没得呀，搿来的领不清楚啊。皇帝已经了皇后早，所以代理妈妈，没得呀，来开吧，别讲在，讲不个皇帝给，
跟那皇帝最终会付7块，那看看我看，本来嘛要吃不吃，要不香不香，现在跟那这个皇帝，你要结果的就好笑呀！代理妈妈那个种人一点骨气都没，不是上京喊出来走，只显得逢人怕我，你阿有出息。出息？哎，我现在要啥有啥，为不出息的啦？也啥有啥，你老吃5万，不够5万还是2万，只要有得7万，这个还是本事。这个是叫360行，行出上牛，上牛也不拉头牛。我看你做人的正义一点也不个正。正义，正义嘛激动的已经啊！现在市面上不是有两句闲话的，叫做得好不是搞得好。反过来说，我虽然是个男人，马上谁要封为西宫娘娘子？哟，一个男人做西宫娘娘，哪亏你讲得出个呢？怎么做得出，别说讲不出。你看，不开么对你不客气。负责的后啊，男生与我永赢。没啥用赢，边上讲的伙计没接啥子呀？大家眼睛围过来吃饭，不知么谁让圈子。哎呀，买点家家听见呀，皇帝关后在也用银子呢，快点开吧！是呀，买点家家还是要开吧。哎，我喇叭话是讲没办法呀，地位低只好开。是跟我现在跟那子不开，搿出些礼物来都不给我开火，那是我不叫喇叭话，再叫喇叭车子娃子了。你两样的呀，快点开吧。是呀，我绝活了。当初就吃亏了，不听上头的闲话。所以说，他现在来看呢，也苦难之哦。也就让那强家跟随等等，强力不下头，叔叔寄人篱下。那两样啊，那是你火中凌人。如果你再不开始，你都不为娘公那个，快点开吧。是呀，这个谁家喊虎不吃眼前亏，还是开吧，快点开吧，开吧。姐妹花个闲话。满得听在耳中，痛在心里。俩晓得，姐妹花是为自家喊。不过想想很多哪会得谁比得上俺个功力，10万个不过去。这个世界，那还会得比得上俺个庸弱，10万个失去本性。谁是让强权之下不敢抗争，委曲求全，所以使得这个土官昏君，家里个逼本家里伤心病亡，自然是这个一些画风下去。你负责替身为一国之君，你哪可以这个为所欲为呢？你以为天下凡物谁也听你的？你以为我们这个的话也听呢？你以为能够掌控一切智慧，一切不过你权力就好到位置就好干。我相信是真理，我相信是天的，所以谁是不开？边上像个死虎他开还是红毛山上？那对啊，你们跟老子，我跟那台出眉头啊！现在皇帝规则用人这么对你不客气。皮鞭拿刀是水里响，一路挡一路黑。我看你开还是不开？啪啪，鼻子一直的冷吹，吹得个马的东倒西滑，直扑一来。晓得个，是个我再不开，更送个银发为了后头。但是我哪可以违背自家的良心呢？不话是与开放之罪，也我逆日而开，非为不冤。负责第一口鼻子吹不来，说这个，但我拿本事就烫杀你。似乎他给鼻子一动，其领子激动本事过来，忙正在马队的身上跟上，痛了马队心里。但是你牙齿咬紧，神句不开，鼻子吹不来，本事叫神句不来。哼，我终于被发对付你，来人，与我永后杀死他。似乎他该听马队啊，那么的死的人工子，莫说那让你死水为对后嘛，地阳后，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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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露出容易。滚滚！马队虽是身心刚强，毕竟身体虚实，
本多这个样子的容颜已经遍体鳞伤。武则天呀，武则天，你那这样的美不讲理，为啥我也既是女子，为此天下万物生态的平衡，也在得这样的摧残，身心后人，天大后生，世界花茶在都行，神言是事，冰山就未必真能否起，一水这天不可能开支，必把大水神莫以为战士去化成巴的，莫以为的话都与这功利莫以为是偶一逢人痴痴语，莫以为风不须有东阳平，莫以为大人你是的牛与牛子不怕得为君，心如早摧残，坏了我的人，我生若不容自己真。不怕这彼此，不怕水一生，不怕抗生质，不怕为君不怕逼去，不怕这里后喷，不怕这差为呀失去了我的根，不怕死的毛对偶也必死，哪怕是可以而死，偶也不能开花的。武则天一口一气一口一吼，你再不开，我不许你等了给他，来人将他给出京城。
和他给过来，我没得立根捉起，吃得纷纷噻，必得洛阳。一旦是我，被三界的脑袋迎风开放，人在天下半山之客，真是一户开放百户塞，天生啊不必买的，不为就是心高洁，我是天下神真白，斗天结束，今天我打风里推光，一下为人立志三，王民内为四狗是君不惜谁给咱世纪非不我手君临天下事当完，身体命永否正义否认等到狗王进来是否上我是个女人啊，身登大宝天下第一，将来斗瓜林，俺虎哈拉的男女娃的，俺虎心比天干，命比自破。另一人认为自个再漂亮再别致，但是别人讲嘛，在口里不起的，这心里想也服服帖的了，也有的了。哎，想想弄啥浪太白子，我两个把遇上名气才是想得呱啦啦的，一个孔夫子，一个比强。孔夫子最有力个走来，受了我的一片寒林里向上一张平台，干事接十件寒台。比强呢，还了我的寒林里向，一面干活生子，一面帮别人看病。人家买病不离看寒，谁也感激你的。送个典服上的那是要的你，借寒林干水，免水为称。啊，在了我寒林里向，我上了太白子。早晚都已经看我夫妻的人，我再啥气么呢？只是被人家一讲上罗大一个女人不规矩啊，不热脸嘛，但是一定要拿我来形容的。啥叫说一枝红汗出香来，还怪我啥计较？我这冤枉你长给阿死。咁呐，也得自家改变形象的。只有帮忙给大你皇帝来撒火，阿一啥口大子我开心了欢喜，根本等我个只不正经的蛮子偷脱里，在下浪等呀。现在一看，哎呀，皇帝来着！皇帝边上的啥人家？哎呦呦，这个小子能够憋住家！哎呦，是看天老乡哪有啥个漂亮的女人的家？看到这个憋住小猴子，哪是你开得高你个吃劲这个？飞鹰花醉人，要给军阀吃吃撑。一阵风起过来，扶着天外头一看，
不看到吧，看见是一把气，含糊啊！没有看人这种轻薄的一个样子，哎呀，啥气家？所以告诉一声，一枝红颜吃香来。这个是个绝物啊！那是不正经的妹子，我给数两头不得个真有啊！负责天今朝主要是来看马队货的，因为马队庸庸无贵，富丽堂皇，玉洁并进，国色天香。工人称赞马队，甚至故事发生了大罪，天瑞2年。今朝是2月初7，现在是张灯日分。皇宫内有个天德殿，宫门紧闭。为了看好吃醉一男一女2个人，男的叫张昌忠，女的是武则天。现在两家头的嘴呀，吃得已经有3分3厘。武则天带你看看嘛，这是玉树临风，潇洒敬业，越看越好看。我的罗兰，真家里花一样的美嘛哟！听来了再美自家，当然非常高兴，但是你还不满足。陛下，你当我只想梨花么？哦，这梨花不美么？梨花终究不是花中之魁，是令我在陛下心中还不是实的审美。不开心着啊！拿来比作梨花，不什么那个意思。那西方时来吧，雷音的门前的金色食堂里向开个侪是梨花，两家的是吃了大钢架。只顾他神人相逢，扑鼻而来。带进窗外一看呢，哦，那么一壶开着，是风拿那么一个香里一人一人的吃进来，喷香扑鼻。干么子？拿来比作梨花呢，不满意。让你的其他花去比一比，比花是假的，也让其他花来衬托那个美，让你开心是真。罗兰，明是真，明沙林玉不花一番，与你媲美口哈。陛下，虽经2月季节，花雨之中，莫与花儿开放，怎能赏花？花儿都是一样的沉默，那梅花既不怕冷。我想别的花儿以为贪我负心，真为不开。陛下手艺皆是。负责天官在线讨给多正海情，两人思索，一会儿水，一随偶非为花中第一类。想想神中之王是我负责天，花中之魁最难马对花。现在有3场从北部之美大龙往着马队方向而去。马队听你的定语当中公开反起，昨日见到开花的旨意，谁得不合谁之手？开花与记载不能随意开，不合谁之手啊！皇帝也上花，原来开就开，这个哪可以呢？我女花是不能人欣赏的。是为神来带来欢乐，是不给个世界带来美丽的。那可以呢？皇帝眼你看你谁也看呢？一个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们花应该要做的，威武不能缺，富贵不能淫，这个就是我们花的品格。实干了，不开。负责天过来一看嘛，呀，这个花散开，谁是马队不开？所以回过头来对私花他给了浪嘛。私花他给还要好啦，没对呀，是来说你最大统治官，跟你们不开。皇帝这认为是我失职，我谁谁个，留下来废物的哭脱，弄得不起，性命还要踢脱。那时候你哪会接？跑了跑，举到地上，我才该死，我才该死。对嘛对了，老妈，牡丹万岁驾到，我求求你开花吧。马代相不是我不肯开，而是不能开。一年四季360天，农历百花开放是有季节与次序的。如果百花也没一旦开，也没一旦笑，这个别乱个。
所以不是我不听的皇帝的话，而是要坚持原则，实行了不能开。负责天等等不开，茫茫不开的心里想后者。我是皇帝呀，掌握天下生杀大权。哦，不过我谁开谁是内不开？你对浪出过干，后天之下莫非万头，山头之滨莫非万人，甚至且于此立谋得。第四句，来在鱼上游，后说百成之，呼须离牙发，莫得下风吃。速去速之。明日，他给骡子那辆绳子马上下头去，但上林有谁弄个那绳子一碰后火炭，火不杀人呢，火不当方土地。个土地公公拿着个那绳子嘛，你得为难子。我们不就离规则把火开放了呀？所以这和李亚上天面追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正罪，为啥实力相同王令官高台百户先师门者一直上令有百户开放，一小一个50地来着。负责天以张昌从北部之美大路来到上令有，我的后气别人你想百户神开，想想一个人愈久愈死到底两样看，非是人看见之后谁要卑躬出席顶礼膜拜，哪怕虎看见我女皇的大，谁要尽相正义细眉怒放。真在那女皇的上火，再就是我的两位大虎，大虎一个认为自个最漂亮，就是知名的为富贵。那么这一次呢，皇帝的上火是非常好的妓女，能非出人对的，谁可给到这个？所以来在准备好了孩子，现在看见了皇帝让追过来嘛。可是现在我要拿自个最好看的一面展示出来了，所以个大伙骗子的名浪也引起那个注意。对着皇帝让看呀，因为皇帝啊，你看看我娘啊漂亮家。负责天上看其他的货呀，现在只看见谁的一货，骗子名浪也啥货家，只是一口嘛大货。可见大货个种早水龙子、青木细眉的样子最出奇。所以冷笑一声，哼，古人话儿讲得不差，千不淡化肆意开。我叫你不欢喜我给。负责天一大路，对对实实为了让盲僧谁对过来了。哈，我你百户开放是有记载与此意的。是个百户也没给大家开，也没给大家要各个别乱的。所以不是我不听的皇帝的话，而是要坚持原则，实行了不能开。负责天等等不开，茫茫不开的心里想后者。我是皇帝呀，掌握天下生杀大权。哦，不过我谁开谁是内不开？你对浪出过干，后天之下莫非万头，山头之滨莫非万人，甚至且于此立谋得。风里推官，以下为人立志三，万民内为追
命永否正义否认等大本狗王进来是否上我是个女人啊，身登大本天下第一，将来斗挂另一个空地谁人这样天子生命生意的不花死里应当神我最长我放甚至所想一下法不花此日同分放想牡丹给抗命当年你是楼岗人定杀死人公是勇谁不开花须归真功夫心你后面谁人买对一点点不好你依然的就是我相信的是真理你是神中之娃我是花中之魁我跟你代表两个不同的领域两个不同的世界你哪可以通过保护西子来按我呢言怒开花痴心法三场中一口嘛，没对呀，搿来你领不清楚啊！皇帝已经了皇后着，所以代理妈妈，没对呀，来开吧，别讲在，讲不过皇帝给，跟那皇帝最终会不吃亏，你看看我看，本来嘛要吃不吃，要不想不想，现在跟那这个皇帝，你要讲够的就好下意呀。代理妈妈那个种人一点骨气都唔白不是上京喊出来走这些的逢人怕我你阿有出息出息我现在要杀一杀为唔不出息的啦也杀一杀你老吃5万不够5万还是2万只要有得7万这个还是本事这个是叫360行行出上牛上牛也不拉对牛我看你做人的正义一点不个真故事发生了大罪天瑞2年今朝是2月初7现在是张灯日分皇宫内有个天德殿宫门紧闭为了看好7岁一男一女2个人男的叫张昌忠女的是武则天现在两家头的嘴呀吃得已经有3分3厘武则天带你看看真是牛如临风潇洒敬业越看越好看我的罗兰真家里花一样的美嘛哟听得了再美自家当然非常高兴但是你还不满足陛下你到我这厢梨花么哦这梨花不美
么？梨花终究不是花中之魁，是令我在陛下心中为不是实的审美。不开心之外，拿来比作梨花，不什么那个意思。那西方时来吧，雷音的门这个军事食堂里向开个侪是梨花，两高的是吃了大钢架，只顾那神人相逢扑背而来，带正窗外一看呢，哦，那么一壶开着，是风拿那么一个香里一人一人的吃进来，喷香扑鼻，干么子？拿来比作梨花呢，不满意。让你的其他花去比一比，比花是假的，也让其他花来衬托那个美，让你开心是真。啊，罗兰，明是真，明沙林玉不花地方，与你媲美口好。陛下，虽经2月季节。花雨之中，莫与花儿开放，怎能赏花？花儿都是一样的沉默，那梅花既不怕冷，我想别的花儿以为贪我负心，真为不开。陛下手艺皆是。负责体官在线讨给端正下一切，两人思索，一会儿睡，也随偶一戏剧。来在鱼上游，后说半成之，呼须李牙发，莫待下风吃。速去速之。明日，他给骡子那辆圣旨马上外头去，但上林有谁弄个那圣旨一蒙后火炭，火不杀人呢，火不当方土地。个土地公公拿着个那圣旨嘛，你得为难子。我们不就离规则把火开放了呀？所以这和李亚上天免之于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圣旨，规则实力相同王令官各代百户先师门者一直上令有百户开放。一小一个实地来着，负责天以张昌从北部之美大路来的上令有，我的后气别人你想。百户盛开，想想一个人愈久愈是到底两样看。非是人看见之后，谁要卑躬出席顶礼膜拜；哪怕虎看见我女皇的德，谁要尽享正义，喜眉怒放。真在那女皇的上火，再就弄个两位大虎，大虎一个人为自个再漂亮，就是知名的为富贵。那么，这一次呢，皇帝来上火是非常好的妓女，能否出人对的，谁可给到这个？所以来在准备好了孩子，现在看见了皇帝让追过来嘛。可是今朝，我要拿自个最好看的一面展示出来了，所以个大伙拼这个名浪也引起那个注意。对着皇帝让看呀，因为皇帝啊，你看看我娘啊漂亮家。负责天上看其他的花呀。现在只看见谁头有花，品质名浪也啥花家，仔细一看嘛，大花。看见大花这种早水龙子、青木细眉样子一出去，所以冷笑一声，哼，古人话儿讲得不差，千不大话，肆意开。我叫你不欢喜我给。负责天一大路。对对实实，为了让盲生谁对过来？韩虎哈郎的男女皇帝，韩虎心比天高，命比自破。另一人认为自个再漂亮、再别致，但是别人家嘛，才看里不起的。这心里想，哎呀，服我贴个了，哎呀，有个了。哎，想想我啥郎太白着？我两个白玉上名气才是响得呱啦啦的，一个孔夫子，一个比强。孔夫子最有力个走来，受了我的一片寒林里向设一只平台盖世，叫世界寒台。比强呢，还了我的寒林里向，一面表好嗓子，一面帮别人看病。人家买病不里看好，谁也感激你的。送个典服上的那是要的你，叫寒林高水，两水为称。啊，在了我寒林里向，
我说老太太子，早晚都已经看我夫妻的人，我再啥气么呢？只是被人家一讲啥落大一个女人不规矩啊，不热脸嘛，但是一定要拿我来形容的。啥叫说一枝红啊，吃香来，还怪我啥计较？我这冤枉你张开阿死，咁呐，也得自家改变形象嘛。这波嘛，给大你皇帝来撒火，哎啥看大子我开心了欢喜，根本等我搿只不正经的蛮子偷脱哩，在下浪等呀。现在一看，哎呀，皇帝来着！皇帝边上的啥人家？哎呦呦，这个小子能够憋住家！哎呦，是康天老乡哪有这样漂亮的男人的家？看到这个憋住小猴子，哪子里开得高你个吃劲这个？飞鹰花醉心，要给军阀吃吃撑。一阵风吹过来，负责替围内一刻，不看到吧？看见是一把气，含糊啊！没有看人搿种轻薄的样子，哎呀，啥气家？所以告诉一声，一枝红颜吃香来。这也是个绝活啊！那是不正经的蛮子，我该说呀，头不脱个这有啊！负责替今朝主要是来看马队货的，因为马队雍雍华贵，富丽堂皇，玉洁并进，国色天香。工人称赞马队实是非为花中第一类。想想神中之王是我负责替，花中之魁最难马队货。现在有三场从北部之美大龙往着马队方向而去。马队听你的定语当中狗开反起，昨日这场开花的旨意谁得不合谁之手？开花与记载不能随意开，不合谁之手啊！皇帝一上火，原来开就开，这个哪可以呢？我你花是不能人欣赏的，是为神来带来欢乐，是不给个世界带来美丽的。哪可以呢？皇帝眼一开，你谁也开呢？一个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们花应该要做的，威武不能缺，富贵不能淫，这个才是我们花的品格。实干了，不开。负责替过来一看嘛，呀，这个花散开，谁是马队不开？所以外国队来的私花他给了浪嘛，私花他给还要好个啦。马队呀，是来说你最大统治官，跟你们不开。皇帝这人为是我失职。我谁谁个，留下来废物的哭脱，弄得不起，性命还要踢脱。那时候你哪会接？跑了吧，举到底了，我才该死，我才该死。对嘛对了，老妈，牡丹，万岁驾到！我求求你开花吧！马队想不是我不肯开，而是不能开。一年四季360天，